讲到环保意识的提升，资源回收再利用是现时代重要议题。即马到社区营造团队伫咧台北的中正区找到一栋老厝，甲重新整理再利用，做环保宣传的基地。嘛，伫遮举办废弃物再利用时啊，咱做伙来看卖。甲歹去的雨伞拆开，整理了后，塑胶包装纸储入去，废弃物就通再利用，变做衣橱啊。这咧办废弃物再利用为主题的市集，有足侪即款的包装纸的材料，啊嘛是大家拢会甲这当做粪扫弹掉，安尼嘛是就无彩雨伞的布，伊有。防水的材质，袂当讲互粪扫车回收，所以阮就一直是讲，是虾米款的方式，甲会当搁再利用啊。各种色水的洗伞排几落排，有新创团队发现大型公司一年甲一栋无要用的洗伞当做粪扫弹掉。唔甘遮的洗伞互人浪费，应该遮的洗伞买落来重新整理。本体是做洗伞的设计师，因为看到逐年拢做无彩，就遮的洗伞拢去用弹掉，重新再利用，互大家去使用。上主要是面对遮会做生意创造的创作者，因会起来买遮的洗伞做因的创作。这个废弃物市集办伫中正区这栋原底是政府员工宿舍，超过60年的旧厝。社区营造团队甲旧厝规划做展览，工作坊场地，也加做在地 NGO 的好朋友。Manga 比较多是无家者，然后或者是有需要经济弱势者，那他们也需要工作机会，或者需要的是去接触大家的机会。那所以像我们每次办活动，都会把他们拉过来。旧厝门口就有在地 NGO 的介绍，甲无主管道，加入1楼买侪商品，也参社区文化、性别议题有关系，也互这栋资本坑咧用的旧厝会当活化，互在地 NGO 社区居民共生，也是做社区创意的好所在。记者郭伟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